你開會嗰時候咧，冇意識喺紙上面畫嘅公仔咧，唔係垃圾，係你咧天賦嘅說明書。你覺得咧事業迷茫，唔知點樣行，唔係咧因為你冇能力，係因為咧你淨係咧用個腦去諗，從來咧冇聽到你內心講嘅嘢。你隻手自己畫出嚟嘅圖案咧，就係你潛意識嘅信號同埋解決嘅方案。你成日咧畫眼睛咧，其實咧你內心咧係有渴望嘅，好容易咧睇穿問題嘅本質。你嘅天賦咧適合做策劃、分析、顧問類型嘅工作。你成日畫植物同埋大自然咧，其實咧你內心咧渴求持續成長同埋滋養他人。你嘅天賦咧可能係教育、培育同埋療愈嘅領域。如果你成日畫幾何嘅圖案同埋格仔咧，你嘅天生個腦咧係擅長建立系統同埋秩序。你嘅優勢咧係管理、流程優化同埋咧架構嘅設計。你嘅塗鴉咧就係你事業藍圖嘅解鎖密碼。與其咧盲目咁樣咧去睇一啲招聘嘅廣告，不如咧睇清楚你自己畫緊啲乜嘢。將咧最常見咧12種天賦塗鴉咧整理咗一份咧直覺解讀嘅指南。你可以咧對照你畫緊嘅嘢，5分鐘之內咧可以睇到你自己隱藏嘅優勢。留言天賦，我直接咧將呢份指南咧傳送俾你。答案咧從來都唔喺外邊㗎，就係咧你手畫過每一筆嘅入邊。